Hello，我係 Asian 純藝集嘅策展人，而家咧就身處喺東京原宿嘅 DF 畫廊裏邊。今次邀請咗8位嘅香港 artist 啦，就做一個香港嘅 artist 作品展嘅。佢哋嘅媒介啊題材都唔同啦，有相藝術相啦，有畫啦咁樣嘅，同埋有一啲插畫啊、漫畫嘅類別。但係就其實共通點都一樣，希望可以喺佢哋啲作品裏邊睇到佢哋嘅故事嘅。嚟緊我想多啲做呢一類嘅視頻，希望作為一位策展人啦，又作為一位視覺藝術工作者啦，我覺得應該要做多少少展覽裏邊多啲嘢喺裏邊，即係唔好話淨係掛完幅畫展覽完就算數咁樣，因為其實展覽最重要係作品，作品其實作用就係希望透過一個作品，希望可以更加了解個作者、個藝術家做緊啲乜嘢。其實所以一幅作品唔係話純粹一個靚美一個美學咁就算數咁樣。我哋都唔好話談論概念藝術或者觀念藝術呢啲嘢，純粹係美學嘅成分以外，我哋仲可唔可以了解多啲作者背後嗰個用意呢？因為如果純粹話見到幅畫話好靚啊咁樣，冇其他第二句嘅，其實我哋其實幅作品同一張花紙同一張牆紙冇乜分別。所以我覺得作品最重要除咗有美學本身啦，唔同嘅人嘅經歷有唔同嘅美學嘅形成啦。我覺得作品背後都個故事咧都好重要。好似你睇一套戲咁樣啦，或者你睇一本書咁樣啦。你例如你睇一套戲都唔係話笑下就算啦，即係你都唔係話睇一套賀歲片啊嘛，笑下就算。你都希望喺一套電影裏邊啦，或者一本書裏邊啦，即係最好啦，有種啟發性。就算冇一種啟發性都有種思考喺度啦。其實你睇一幅畫都應該係咁嘅。所以我希望作為一位藝術工作者或一位策展人嘅，或者一位普通人啦，去同大家去睇下我哋所展出嘅唔同嘅藝術工作者嘅作品，究竟佢講緊啲乜嘢嘅咧咁樣。其實佢哋要寫嘅嘢都寫晒，即係其實佢過往展覽啊，或者佢對於自己嘅作品點解釋啊，佢都寫晒喺度。其實好重要嘅，因為其實你就咁畫就唔夠，你要俾人知道你其實講啲乜嘢。有種互動喺度咧，可能你就會勾起對方嗰個興趣，或者對方嘅故事同你有共鳴都唔定。我好感恩咧，其實每一次展覽咧，最感恩係咩咧？就可以令到有一啲新嘅觀眾咧，去停下腳步去睇每一幅作品。即係呢樣嘢好重要，因為你諗下素面謀面咁樣點解會佢肯嘥個時間去睇嘅作品咧？一定有佢嘅原因，一定有個內容去原因吸引住佢。呢樣嘢我哋覺得作為一位藝術工作者咧，最重要係呢一樣嘢，去可以同外界有種互動性咁。所以我今次就喺咁多幅作品裏邊咧，每位都會揀一幅嘅作品咧，去講解下啦，或者分享下，或者我對呢幅畫嘅感覺咯。現在就開始。眼前嗰幅咧就係家中作品，家中作品咧
就係用漫畫嘅表現手法，因為佢本身係一名香港嘅漫畫師，咁佢早年都係效力香港一啲好著名嘅漫畫集團其中之一位畫師啦，咁所以其實佢嘅作品咧嘅表現手法非常之純熟嘅，你見佢啲線條嘅運用啊、色彩啊，同埋佈局都好成熟嘅，咁啊同埋好栩栩如生嘅，即係你睇下佢下半 part 嗰個構圖啦，佢表達啲小朋友啦，同埋表達啲好凌亂嘅雜物啦，你見到啲線條啊、顏色啊勾畫得咧好栩栩如生。咁你睇下啲衫好似掛喺度，感覺到好似都飄飄下咁樣啦。咁其實佢個主題係講緊咧，我哋舊時代九龍城寨另外一面嘅。咁啊，九龍城寨俾我哋感覺好似龍蛇匯集咁樣啦。咁但係佢用咗另外一個角度、一個手法去表達另外一種感覺俾人哋。佢想表達可能九龍城寨生活喺當時嘅小朋友係點嘅咧咁樣，咁佢你會見到啲小朋友雖然喺一啲環境咁惡劣嘅地方啦，即係可能有啲背後孭住個細佬啊妹啊，咁喺啲凌亂污糟嘅地方，但係好似都玩得好開心、好純真嘅一面咁樣喎，咁樣。冇玩具啊，但係都會坐喺啲洗衣機嗰度啊，笑哈哈啊，揸住啲爛棍啊、天線啊咁玩嚟玩去咁樣，玩打交咁樣啊，咁同埋上邊有個 signature 嘅Cathay Pacific 嘅飛機咁啊喺上邊啊，最 signature 㗎啦，就飛喺上空咁，即係形成一種好有生動啦，好有一種動感嘅畫面，同埋個顏色嗰個調配都俾人種感覺，好似雖然好似生活喺一種比較基層嘅地方，但係好似對於未來都仍然有種盼望同埋希望嘅。呢兩幅咧係阿 Alan Chan 帶嚟咧東京咧參展嘅作品，兩幅咧都係咧攝影嘅作品，以香港咧做主題靈感嘅。咁其實呢幾年香港主題都有好多，咁但係如果你話喺嗰堆香港嘅作品，你話揾唔揾得翻個作者個風格咧，就可能難啲嘅。咁但係如果我睇阿 Alan 嘅作品咧，我會比較好明顯咧睇得出咧呢一堆嘅作品咧係阿 Alan 嘅，因為其實佢運用咗一個技巧啦，去表現咧佢呢一個系列嘅。咁佢用咗一種明暗嘅對比咧，放咗喺佢嘅攝影作品裏邊。咁如果你話喺美術歷史裏邊啦，用光暗對比咧，用得最出名啊，全世界都知咧，就係林布蘭嘅作品油畫啦。咁我喺羅浮宮都睇過佢嘅系列嘅作品，佢處理咧明暗嘅光咧係世界聞名啦，同埋你會一離遠睇成堆歐洲嘅作品咧，好易認得出林布蘭嘅作品，明暗對比嘅作品啦，光線嘅運用啦。咁我喺咧 Alan Chan 嘅作品咧都睇到呢一樣嘢，咁同埋咧好多人咧都以為呢兩幅嘅作品咧係畫嚟嘅，咁佢捕捉嗰個構圖啦、composition 啦，都俾我哋個感覺好似一幅畫，佢個畫味咧都好強烈，好似一幅咧油畫咁樣，個質感好似一幅油畫咁樣。咁如果你話兩幅咧比較觸動我啲咧，我就會揀咧右邊嗰幅，就係咧一棟嘅單棟樓啦，個題目叫做香港嘅168皇后街嗰度嘅。咁啊依棟大廈喺皇后街嗰度，咁啊係一棟單棟式舊款嘅類似唐樓嘅大廈啦。咁你會睇到佢嘅外表啊，都係失修啊、殘舊咁樣啦。咁就喺
香港嘅繁華城市裏邊就聳立咗喺度幾十年咁樣啦。咁形成一個對比啦，一個繁榮嘅城市，但係就會出現咗一棟舊歷史嘅建築嘅 building 喺度啦咁樣，同埋佢揀嘅捕捉呢個畫面就喺香港一個好夜闌人靜嘅地方啦，好深宵啊，好似感覺你會感覺到好似全香港瞓晒覺冇晒人，剩翻一個喺條街裏邊去捕捉香港另外一面啦，一種好寂靜嘅感覺啦，有一種時空反差嘅感覺啦，你會感覺到一個人獨處思考啊或者思索嘅感覺啦，咁你會見到佢呢座啦建築物啦，單棟啦，好似好孤寂咁樣啦，但係佢身旁又好似有棵象徵住生命力嘅大樹老樹，好似長期都陪伴住佢咁樣，咁啊兩個依傍住咁樣，好似喺一個受時代不斷去轉變嘅我哋可以睇到下邊的士，佢用咗一種快速嘅效果，好似象徵住呢個時代不斷變遷咁樣啦。但係呢棟大廈同埋呢棵老樹，兩者就係喺呢個不斷變遷嘅時代裏邊，仍然大家互相依傍同埋互相照料咁樣啦，有種好似大家保護大家咁樣啦。喺呢個雖然時代不斷轉變，但係大家都不斷喺呢個時代裏邊衝破或者渡過咁樣咯。呢幅畫嘅感覺就係有呢種感覺喺我嘅內心深處啦。咁呢兩幅嘅作品咧，就係 Irene Yu 嘅作品啦。咁屬於繪本啊或者插畫類別嘅作品啦。咁繪本同埋插畫都某成分係屬於商業藝術啦。咁但係點樣為之一啲好嘅繪本啊或者好嘅插畫咧？咁就好睇個作者本身佢自己想行啲咩方向。有啲人就會行啲而家興啲咩就做啲咩啦，畫啲咩。咁但係有一啲都堅持係喺佢嘅創作裏邊，可能想探討一啲嘢啦，或者去想表達一啲嘢咁樣。咁Irene Yu 咧嘅作品我就睇到呢一樣嘢。咁同埋我都有睇過佢介紹佢嘅作品啦。咁我會另外印象深刻就係佢右手邊一張嘅Spider-Man 嘅，咁就蜘蛛啦，就一個好似女仔咁，就其實好似望落去一隻蜘蛛咁樣啦。咁佢就想同我哋講，其實蜘蛛就佢嘅天性就會織蜘蛛網啦。佢都有講話佢嘅作品其實都想反映一啲現時嘅香港嘅教育嘅制度啦，即係好似香港嘅教育啦，令到細路仔好似困喺一個蜘蛛網裏邊，好似唔喺呢一個格式裏邊又唔得，因為你又要 fulfill 一啲好現實嘅嘢，即係例如升學啊。例如去考試啊嗰類嘢，你唔行，即係你唔喺翻呢個網裏邊又唔得，但係即係你話想跳出呢個網裏邊，又好似冇乜可能。佢就喺佢嘅作品裏邊流露咗佢對於呢個情形嘅反思啦，或者一種呢個感受，佢表現咗喺個作品裏邊。你留心睇下佢嘅作品啦，你會見到佢隻蜘蛛啦。佢嘅表情咧係流露咗一啲
憂傷喺度。咁呢個樣唔知係咪作者本身嘅樣貌啦，代入咗喺個插畫裏邊啦。咁但係你會見到佢嘅表情啦，有想講啲嘢出嚟，又好似有口難言咁樣。你會見到蜘蛛啦嘅眼啦，注視住佢嘅朋友啊，蟲仔啦，上面嘅蟲仔啦。咁蟲仔可能喺呢個畫面代表好似比較無拘無束，或者比較可以比較自由啲行佢想行嘅路咁樣啦。咁而蜘蛛好似被佢嘅網困住喺呢個網裏邊咁樣，佢有滴眼淚喺個眼角裏邊就流咗出嚟咁樣。咁毛蟲啦同佢呢隻蜘蛛啦形成一個對比，你亦都會見到蜘蛛啦同毛蟲啦好似傾訴緊心事咁樣嘅。咁呢幅畫佢都畫得好細緻啦，同埋呢幅畫嘅顏色啦都好強烈啦。咁我幾中意佢呢一幅嘅作品嘅表達。眼前嗰兩幅作品咧，就係阿 Karen 咧喺日本展出嘅作品。咁我會選擇咧去分享左手邊紅色呢一幅嘅。咁呢一幅咧，佢個題目叫做Touch of Dawn 啦，即是紅色的黃昏啦咁樣。咁通常黃昏都會用橙色去表達嘅。咁黃昏係一種比較寄情於時間上會多人會表達嘅時段啦。咁通常會用橙色去表達黃昏，黃昏都亦會俾人種感覺係只是近黃昏，即係雖然咧黃昏嘅畫面好靚，但係亦都係時間好短暫。咁至於點解作者會用紅色去表達黃昏呢？咁就可能要問翻作者嗰個真實個原因啦。咁但係紅色俾人嘅感覺都係一種情感嘅表達啦，一種熱情嘅表達啦，一種 passion 嘅表達啦咁樣。可能佢有另外一種意思想放喺呢個作品裏邊嘅。咁同埋你會見到啦，佢用朦朦朧朧嘅效果咧，表達呢幅作品嘅。咁雖然佢嘅主料咧係紅色，但係咧亦都有咧啲橙色喺裏邊，少少粉紅色嘅喺裏邊，少少咧黃色嘅喺裏邊。有種好似 Impressionism 嘅感覺，印象派嘅感覺嘅作品。咁我相信作者都係想留翻一啲故事俾佢自己，佢亦都想流露翻一啲故事俾大家同大家分享嘅。眼前嗰兩幅作品就係阿 Michelle 啦。咁Michelle 近期嘅作品咧都有一個明確嘅方向嘅。佢同我講啦，佢好中意中國嘅古物啊、文物嗰啲。咁所以其實佢喺文物啊、中國嗰啲古董啊揾到佢自己個題材同埋方向。咁所以你會見到佢近期交嘅作品咧，都好明顯有佢慢慢 build up 咗佢嘅風格喺度。咁如果你話兩張作品啦，咁我自己就會比較中意右手邊嘅瓷器啊嘅三隻古董碟嗰幅。咁其實畫呢一類型咧就會比較難拿捏嘅咧。有時你畫得太過 old school 咧，俾人哋嗰種感覺，譬如色調啊，都會比較沉悶嘅，比較好似太過古舊咁樣。咁但係我點解中意佢呢一張右手邊一張咧？咁因為
右手邊一張咧，佢揀顏色會比較咧新穎啲，即係有一種咧比較新嘅感覺。咁啊，雖然佢個題材都係用一啲古董啊、古物啊去做題材啦，但係佢揀嘅顏色咧，你會比較感覺係新穎，比較咧新派啲，即係你望落去唔會太過感覺好古老咁樣。但係所以你佢呢種嘅選擇，佢就會令到一啲比較年輕啲啦，或者未話太過深入去了解呢一個題材嘅人咧，會更加有興趣咧去欣賞佢嘅作品。咁你見佢嘅作品咧，都畫得越嚟越細緻啦。譬如佢畫碟上邊嘅龍鳳嘅圖案啦，佢揀嘅顏色，佢都盡量揀一啲好鮮豔啊，同埋好有色彩嘅顏色去配搭。咁啊，佢畫龍啦嘅藍色啊、紅色啊對比得都非常之靚啦，同埋有一種新鮮感啦。咁佢畫啲龍嘅細緻咧都非常之幼細啦，同埋佢控制嗰個線條嘅粗幼啦都均勻嘅。咁啊望落去，雖然咧佢嘅畫題咧係一啲古董啦、但係古物啦，但係你都會感覺咧有種煥然一新嘅感覺嘅。眼前嗰兩張咧就係 Angela 嘅作品啦。咁 Angela 嘅作品咧主題來自海洋啦。咁兩幅作品都係用藍色通去做色調嘅。咁佢再配搭咗一啲白色嘅光線啦。咁兩幅你會見到一啲光線你可以俾觀眾感覺到可能啲光線來自寂靜嘅夜晚啦，又或者可能係日常嘅光線照射喺一個深海裏邊啦。咁啊，光線喺歷史裏邊都代表住一種希望啊、光明啦，或者一種對前路有一種正面嘅態度啦。咁同時啦，海洋都亦代表咧，好多時都代表咧創作者嘅內心世界啦，一個內心空間啦。咁我哋會見到嗱，如果呢兩幅咧，我就會比較中意右邊嗰幅嘅。咁啊，右邊嗰幅咧，你如果近睇咧，你會見到有一啲不足嘅表達嘅。咁啊，如果你話不足表達，最出名同埋最強烈就係美國嘅抽象表現畫家啦，Jackson Pollock 啦。咁佢喺個筆觸都表露咗佢嘅喜怒哀樂咁樣啦。咁你會見到啊 Angela 嘅作品咧，佢都見到佢咧用嘅筆觸咧都好強烈咧，表達喺嗰個畫面裏邊咧有一種咧好似水嘅流動咁樣嘅。咁啊高高低低咧，你都見到咧有唔同嘅筆觸咧流動緊嘅。咁啊，作者都可能都想同我哋分享咧佢嘅情感啊，佢嘅 passion 啊喺呢個作品當中啦。眼前嗰三幅作品咧都係屬於 Olivia 嘅作品。咁如果要我揀咧，我就會揀佢右手邊嗰兩幅長方形嘅作品咧，去介紹嘅。咁啊，因為其實我好中意佢嘅作品咧，就係依兩張嘅風格。咁佢嘅題材咧就係圍繞住咧中國嘅節日啦。咁你會見到咧，佢用色咧就好色彩斑斕嘅，咁好直接嘅，咁令到我咧就會想起咧法國嘅樸素派嘅畫家。咁樸素派嘅畫家咧就係咧嘅畫家通常都係自學啦，佢會用一啲好直接嘅方法啦，去表達佢嘅作品啦。佢會用嘅顏色啦，好直接去揀一啲佢認為靚嘅顏色去放喺個作品裏邊啦。
俾人種感覺係一種好純真直接嘅感覺嚟嘅。咁佢嘅作品咧都流露咗咧一啲咧誒童真嘅面貌嘅喎。咁嗰種童真面貌唔係小朋友畫嗰種童真，而係成年人、大人去畫嗰種童真嘅感覺。童真嘅感覺喺藝術裏邊咧不嬲都存在。例如西方嘅作品啊、盧梭嘅作品啦，或者甚至喺水墨界嘅作品，方少麟嘅作品啦，佢都用一種童真嘅表現手法咧，用成人嘅嘅角度去表達咧童真嘅心靈世界喺個作品裏邊。咁你會見到佢嘅作品咧，除咗顏色比較豐富啦，同埋你會見到咧，佢有圖案性嘅出現，譬如一啲海啊、一啲河水啊流動啦，你見到啲重複嘅線條咧，不斷喺個畫面裏邊咧喐嚟喐去咁樣嘅。咁另外一幅啦，獅子山做題材㗎啦，佢最精彩就係咧一啲流水嘅流動嘅線條咧，不斷咁樣咧重複喺個畫面裏邊。呢種嘅流動性嘅感覺咧，好吸引到人嘅。同埋俾人種感覺咧，好有生命力同埋一種咧正能量喺裏邊。眼前呢一幅咧係我嘅作品，咁我喺呢幾年咧都係探討緊畫畫本身嘅物料嘅。咁我其實好早期喺太古集團贊助下，喺太古坊展覽嘅作品咧，都開始試用咧帆布去做一啲創作其中裏邊個部分㗎啦。咁我延續咗都講咗10幾年前啦，延續咗呢一個嘅方向。咁所以咧我近期嘅系列咧都係用咧帆布咧去做創作嘅一部分，因為其實帆布畫布一向都用嚟愛嚟 support 住畫畫，支撐住畫畫。咁可唔可以用嚟做一種創作嘅物料咧？咁樣咁同埋帆布好有一種質感喺度，佢可以就接到一啲好似山嘅效果，亦都可以就接到一啲我童年成日都去接嘅小玩意咁樣。咁喺之前嘅系列咧，我就再攞咗一啲landscape 嘅元素咧，就將兩者結合。咁呢張係其中之一幅。咁呢一張咧就個風景咧就來自中國嘅峨眉山嘅。咁我再加埋我自己嘅對顏色嘅敏鋭嘅觸覺啦，再配合山上邊一間小木屋嗰類啦，再投入咗一啲情感喺裏邊啦，再用帆布接嗰啲山嘅效果啦。咁我希望營造一種又像詩詞歌賦啦，又像一幅山水嘅畫為一種靈感啦。俾人種感覺朦朦朧朧啦，但係有一種好似似幻而真嘅感覺啦，投入咗喺呢幅作品裏邊。